大家好，咁今次我介紹九龍塘站嘅車站指南啦。開翻陣燈先。哦，開完。哎呀，係啦，九龍塘站車站指南咯。係啦，咁就係咁啦。嗱，冇塊板係啦，可能會好啲係啦。咁今次個車站位置咧，好大下，面積係啦。咁咧，OK，唔係背景就應該係又一城 Festival， 係啦。咁今次個車站位置咧就應該響 Y5、Y6、X4、X5同埋 X6 同埋 Y4、Y5嘅，係啦。係啦，咁樣啦，跟住就睇下頁地標，係啦，慢慢睇，對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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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差嘅，質素咁差，對焦，對焦，對焦 OK， 嗰個冷氣。咁咧有一成間嘅 Festival Walk 㗎啦，係啦，頭先未讀，好似未讀 Festival Walk 知喎，係咪咧？唔知。OK， 唔好唔記得揾翻啲地標嘅位置啦。OK， 等陣啦，咁跟住咧就係列車服務時間。OK。列車服務時間啦，列車服務時間啦，係啦，咁咧都係嗰句，咁今次就有東鐵線同埋觀塘線啦，咁都係嗰句，尾班車開始前5分鐘係唔可以入站嘅，記得好識字。咁咧港鐵線288、九龍塘站咧就係29267310。條網址咧就係 www.mtr.com.hk。位置圖係啦。OK， 咁咧行動方面，乘客仲需要有啲安排。柏羅山、西灣河、筲箕灣、尖沙咀人幫手，其他嘢揀唔晒，唔好煩惱啲職員。呢套1.2路線圖。咁九龍塘站咧呢份咧就係2015年12月嘅版本啦。生效日期係啦，主調應該淺淺地嘅藍色，不過真實唔係淺淺地嘅藍色，係深深地呢隻顏色，或者九龍塘呢隻字嘅顏色，咁先畫字啦。咁咧就係各條路線嘅顏色。咁嚟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